北都會核心新星千裕 Garden Regency 兩房預計只係需要400零萬起，高性價比上車換樓首選。新鴻基品牌卓越標準打造，坐擁北部都會區無限潛力。千裕集便捷交通、奢華會所同完善配套於一身，3線3站地利，路面鐵路網絡全覆蓋，物業雄踞錦田變天及北都樞紐地利，貫通屯馬線、北環線及中鐵線。喺除咗鐵路優勢，落樓步行大約1到2分鐘即達4個巴士小巴站，涵蓋高達22條路線，當中包括13條路線直達錦上路站，15條路線直達元朗站。更有全天候網絡縱橫全港及直達新皇崗口岸，出入極之便捷啦！大約半個鐘頭港深生活圈盡享地理優勢，大約半個鐘頭裏邊暢連港九主要地點同埋港深核心商圈如前海、福田、西九龍、港島 CBD。由項目揸車出發約5分鐘內即駁通大嘅隧道，經由強大網絡快捷往返各區。特高約3.5米層與層高度，標準單位擁有大約3.5米特高層高，開闊尺度大幅延伸空間感，配合3合1環保露台設計，採光與通風極佳。逾10萬平方尺園林同埋尊貴會所，以 wellness 為設計概念，專設48項多元化消閒設施，包括24小時全天候健身室、約33米長園林泳池、600米連續緩跑徑同埋寵樂園。足不出戶享受度假級生活，完善生活配套，頃刻連接 YOHO 商圈，項目鄰近2嘅商場，並且迅速駁連 YOHO 大型購物網絡及錦上路站未來商場，周邊更加環繞多條郊遊徑、大啲郊野公園及全港最長大約60公里超級單車徑，消閒娛樂一應俱全。國際化教育資源鄰近安基斯學校 Anchors Academy 同埋約克蒙特梭利國際幼稚園，為下一代提供優質優良嘅教育環境。即刻揾我幫你預約參觀示範單位啦！